再来看台海战事紧张，昨中共就发动2届联合战备警巡，出动59架的军机，佮有军舰9架包围台湾。咱的国军嘛出动战机甲军舰，嘛发布解放军的影像。针对中国外交部宣布共军伫台海军演，咱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，咱将下暝时因来进行联合战备的警巡，双方的讲法是无啥相共。 海军走赢军舰的官兵提吊件监控中国贵林舰，双方当咧对徛。另外一边的航舰杀手多工舰负责跟踪监控温州舰，也那电单军舰嘛跟踪海军的泰安舰。海军捍卫咱的海峡，要互中国军舰亲门大户。 台海情势紧张，中国17真罕见一天展开2届联合战备警巡，出动大量的军机、军舰扰乱台湾。国防部发布侦查到59架次的中国军机，其中下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、中部、甲西南，还有东部空域的有43架次，加上9架中国军舰、甲2粒空飘气球，形成4面包围台湾。国军严密监控。 嘛主动发布 F-16V 监控中国的攻击无人机、P-34反舰机监控无人机的相片。因那中国外交部讲，解放军伫台海军演，批评美国拢无咧管台独。联合战备军巡，历来大概就是1个礼拜差不多就会举行一次嘛。昨天比较特殊，只是说在上午举行一次之后呢，不过他的军舰其实抵近20海里没有离开，然后之后下午他们。 的这个空军有在进来，这样。顾立雄谴责中国是台海麻烦的制造者，国军掌握中国军方军事行动是联合战备警巡，两方的讲法无共调，嘛引起大家关注。两岸需要坐下来谈，那怎么样能够谈？这个我觉得考验赖清德政府。3、4月本来就是中国军演的一个高峰哦，就跟他们8、9月喜欢做这些事情一样哦。中国呢，永远都一定会找一个理由，然后说这是他要做军演的目的。阿帕奇直升机18早起出现伫淡水，向方飞弹发射车去用看到伫路林咧走，机动部署到战略的位置。国军1礼拜展开人讲是小汉讲的即时战备操演，模拟解放军由演习转做是战争，考验国军应变的能力。 不过嘛，拄好去拄到中国军方嘛有军事行动，会做一个状况的详定，然后发布。那像昨天这样子一个联合战备军演发布之后，我们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，来进行相对应的操演。陆军的工兵群伫淡水河口设组长练，使 M3铺门轿车去扛油桶甲障碍物，强化首都款的防卫。海军轻快兵力嘛进驻渔港。顾立雄强调讲，即时战备操演的目的，就是因应中国的侵扰，提升战备能力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